有個秘密，90%人一世人都唔知。最恐怖嘅係出事嗰日，你先發現原來你一直企喺懸崖邊。我唔講大道理，我講現實。出事嗰刻唔係冇錢，係冇得等。你最中意自己嘅3句說話：我仲後生，公司有保，到時先算啦。但意外從來唔俾你準備時間，一場車禍、一張報告、一個電話就足以令你破產。90%人死都寫一句，應該冇咁衰嘅。今日你覺得公營醫療好夠用，5年、10年後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原來最貴嘅唔係買保險，而係後悔冇買保險。趁而家仲健康，仲有選擇，真係要認真考慮下，為自己同屋企人未雨綢繆啦。因為醫療開支只有2個字：向上。租金唔會停，供樓唔會停，父母藥費唔會停，手術室紅燈一亮，冇人等得起。你以為有選擇啦？到時得返個選擇，有錢定冇錢？風險一嚟就係連鎖反應，財務斷層可以瞬間擊垮一個家庭。公司團保大多數情況救唔到你，真正出事嘅從來係嗰啲你忽略咗嘅細節。病床永遠等緊下一個名，而你嘅名隨時都係下一位。但有少數人做咗件最聰明嘅事，佢哋提早準備咗保險嘅真正價值，唔係賠錢，係穩定，係俾你繼續有選擇嘅權利，係俾屋企人唔使因為你而停擺，係俾你喺手術台上仲可以安心閉眼。穩定從來係計劃出嚟嘅，安全感來自你今日嘅決定。時間唔會等你，但係準備永遠等得起。你準備得越早，家人就越安心。而家即刻加我微信 Vernon Church， 免費俾我為你度身訂咗一份真正嘅後悔藥。因為人生冇重來，但係保險可以俾你第2次機會。記住，如果你中意條片嘅話，記得撳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啲朋友。繼續收聽我嘅資訊嘅話，就記得訂閱啦。